全港強積金戶口已經上晒積金易平台，俾市民咧一站式管理強積金。而家已經有超過1000萬個強積金帳戶，相信有唔少打工仔咧都用緊。嚟緊咧亦會越嚟越多人用，同大家分享下積金易3個好處。第一，防止詐騙。有人用假醫生紙申報話自己有絕症或完全喪失行為能力，申請提早攞強積金。系統發現有可疑，拒絕咗申請，仲交咗俾執法部門跟進。自從積金易將所有強積金行政工作統一處理，系統可以容易啲識別唔同申請個案之間嘅關聯，喺監管、營運同埋執法層面都更有效率。第二，行政費大減，減低運作成本。過往強積金行政費係58點子，即係0.58%，而家只係29點子，0.29%。隨住越嚟多人用預計10年內可以慳翻500億。行政費低咗，打工仔落翻袋嘅錢就自然多咗，退休嗰陣又多啲保障。第三，方便又有效率。有咗積金易呢個平台之後無論僱主定係僱員，只要打開個 app 就有供款嘅記錄啦、累算權益啦、投資組合都一目了然。比起以前要逐個帳戶去查而家一個平台就搞掂，實在簡單方便得多。慳翻唔少時間，大家更多時間研究下點樣投資組合，為未來退休生活而努力。積金易平台初期出現過一啲技術問題，但係經過系統不斷嘅優化，運作已經逐步上軌道，幫全港打工仔慳錢慳時間，為退休生活做好規劃。請大家讚好啦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